所有朋友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收看福氣來咧，我係 Rita 林玉婷。喺台灣再派來青島優秀嘅舞蹈家舞者哦，佢哋用佢哋嘅舞姿喺全世界去應講厲害，跳本全世界看哦。喺2020年開始有一隻當特別嘅計劃，按照紐爾計劃，紐扣計劃，呢係本喺諾貝。舞台嘅倆舞蹈家做得轉到印尼嘅台灣、印尼嘅家鄉，調本印尼嘅鄉親共下來欣賞。到底呢隻計劃一切行到緊本大家越來越關注，越來越好奇。韓國青島人真嘅希望講，當然都做得看到，到底有哪啲舞者轉到台灣來呢？印尼呢下請大家來看一段影片。大家看到影片地圖有講到是有全部卡跳舞，也有最深刻嘅車模哇，當感動嘅一機會哦。你今日非常歡喜邀請到哪位計劃嘅倆發起人，韓國優秀嘅舞者嘅咩客家主題，你來歡迎好小妹先生啦，青春獻舞者，歡迎兩位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何小梅，今天很高興可以來到這裡。哇，老師太重要哈，發起這個紐扣計劃哈。韓國你優秀嘅客家主題，從天啦，大家們好。大家好，我係陳崇賢，今天很高興可以被邀請到這。係一開始我問崇賢講，全部卡跳舞好冇？好。有啲腼腆啦，其實啲家下節目開始以前，我都是講哇，一篇看了預告，一篇講到全部卡跳舞是才動好哈。其實有兩隻計劃哈，到底該東西2011年，你小妹先生怎麼會發起這個紐扣計劃呢？哪個計劃？其實就是在這個整個歷程當中，感覺到人才的外流。呀，人才外流這件事情讓我蠻捨不得嗎？對，很捨不得，所以才開始想說，我可以為這個環境做什麼。因為線上一本是你自己從專業的舞蹈家、舞者到開始到編舞，在整個自己有舞團，在整個製作、監製、藝術總監，所以你要一步一步行來。你也是這個舞蹈界裡面非常有分量、資深的老師啊。我覺得因為這種很惜才的心情，是不是？就是其實，在一路走來，那你也走到一個位置的時候。你還是會碰到這樣子的一個困境，是人才在流失。你會有一個很多次的機會，你的舞者會來跟你說：“老師，我還是決定，我想要出去走走，我想要出去追尋我的夢想。”那你那個時候，你就會發現說，到底是
应该阻止他的梦想，还是阻止我的梦想？对，年轻人有梦想是一件非常好的事，而且他们很勇敢，他们愿意出走，然后去寻找、去流浪。那你会心疼是，他们可能面对的一个困难是，他们没有办法去想象的，但是你又佩服他们的勇气。那同时，你又期待有一天，他们带着满满的经验回来跟我们分享的时候的那个荣耀。哎呀，对，但是好像妈妈哈，我没想那么多，但是就是又另外一方面，你又觉得，但怎么办？我们台湾也很需要这些优秀的人才可以留住。可是我想，在当下我能做的只是，可以为他们在流浪之后守候一个家园，希望他们随时可以回来。我能做的大概就是这个。哇，所以该东是因为安安的想法才有了这个纽扣计划。为什么用纽扣啊？其实我觉得在台湾这个环境，大家对于舞者这件事情是很陌生的。大家常常会说跳舞的哦，然后那种感觉就是其实没有人理解这个行业，那更不要讲说编舞者或编舞家。那其实，在西方编舞家是有一个名词叫做 choreographer。那这个名字这么长，谁理你啊？谁记得啊？所以我们就干脆把它简称叫做纽扣，跟它是一个谐音 choreographer， 那个扣，对，我们就把纽扣好了。那他们其实就是一个年轻的 choreographer，new choreographer， 所以我们就把它纽扣，就变简称 new choreographer， 变纽扣。又好记，可是也当然产生很多的，大家会有一种误会，这是在做衣服吗？缝纽扣吗？可是老师刚刚讲到动线体哦，我们是说内窝，我们客家话的内窝纽扣，它就是有一环一环相扣，你扣在一起，它就会产生密切的关系，就会有连结嘛，哈。所以为什么每下了解给宝本大家只有讲，又动体术好，刚才讲到不论是出走啊，又从瑞士回来跳舞啊等等，或是看到很多所谓年轻优秀的舞蹈家，我们看到舞蹈在舞动身体的时候很美的过程，就像我们看到所谓的运动家学体育的人，就是在最年轻、最美好、非常有爆发力的时候，你要去抓住那个美好，不能抬高可能都。他们绽放的光芒非常值得我们的关注嘛，哈。所以当时老师在办这个计划，今年是第8年了，已经过了8年，已经过8年，2011呀，今年第8年，第8年过了8年，已经在筹备第9年，是，因为我想说，好，对，已经迈向第9年。这8年来有非常多的舞者哦，除了有台湾的，没有要强狗，其他国家的很优秀的哈。那像今年特别邀请安妮哈嘎子体重贤回到台湾来跳舞，你们两个好像有一种很深的缘分，不是因为这个纽扣计划才结缘的，对不对？重贤曾经是我的学生哦，在台北艺术大学舞蹈系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他是我们的先修部高中的时候，我有碰过他。重贤在那个时候，他虽然是高中，可是他已经展现了他非常优秀的潜力。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，哇，这个一定是吃这一行饭的，你知道？他的身体其实可塑性很强之外，他的人很纯真，很投入，所以我很喜欢他。那个时候印象就很深刻。那当然，他后来休学了，就出国了。那时候还是觉得好可惜哦，很想把他留住，又舍不得了，但又舍不得他离开，可是又觉得，也许人家出去闯一闯是一件好事。那其实现在科技很发达嘛。所以很多时候就很容易。我们有一次是在机场碰到，因为安永英再一次联络上了吗？还吗？对，因为其实那次其实是因为机场碰到，然后我们也稍微很快的聊了一下，也知道他这几年在国外的经验。那我觉得其实是时候了。就像你刚刚讲的，其实舞者的生命是很短的。那会成立纽扣计划的另外一个原因，也是我真的很不希望说。这些人在国外把他的所有发光发热，对，发光发热，可是从来没有机会回家跳舞给家人、朋友来展现他们的才华。所以我们真希望在他们最
璀璨的时候，赶快回来，把他们的经验传承，然后让我们见证到他们很棒的这一面。哇，所以其实讲到了，比如像崇贤你自己，在大学的时候毅然决然是 getting 讲，离开学校，想出国，你那时候完全没有一点点的胆怯吗？或是怀疑吗？我觉得胆怯跟怀疑是一定会有的。对，我觉得不管一个人再怎么样确定一件事情，你都会去思考，那它可能带来怎么样的后果，这样子。所以我觉得这个情绪是避免不掉。对。可是还是很勇敢，不看你每动机轻一下。家人完全没有反对，讲好你行你行你行。算是家人算是蛮支持的，对。但是我觉得毕竟是家人，但他们当然还是多少会想要了解多一点，知道多一点。毕竟家人会有比较多的顾虑。那我觉得在那个时候，对于家人来说，就都已经念到大学了啊，他们可能会觉得要不要把它念完再出去。希望呢个会好啦哈。其实伫每家闲车当中哈，又动到你讲很多踌躇的部分。不过呢，你弟讲你爱嘛，赶紧坚持下去，我相信就在深度这个一条路。等家下呢，你聊一下转来哈，继续来谈两位来宾分享，佢到底舞蹈呢一条路，用半年就在坚持一路行来呢？请大家先聊一下，继续轉到福氣來了。欢迎大家转到福氣來咧，家下看到冲天一片跳舞啊，自家做自家早餐，佢嘅英語形容扮演呢，當然電腦背想法哈，要動到大家成為了解哈。再次先來歡迎兩位來賓，小梅先生，還有冲天。大家好，家下呢看到冲天一邊練舞啊，有國安想法。有一種覺得走在動走之間很悠游自在的感覺哦。不過當然有情都會挑戰了哈，所以其實冲天自己從什麼時候開始接觸舞蹈，然後發覺自己愛上了？我大概在8、9歲的時候，那時候接觸到了舞蹈。不過那時候跳的東西跟現在做的蠻不一樣的。那個時候是就是只跳國標舞這樣子。對，那真正接觸到芭蕾現代，大概是我從15歲的時候開始。就是跟小梅老師上課高中的時候嗎？差不多，對。就是進到學校之後，因為其實在之前有大概進學校的前半年，應該有先去學舞蹈，對，大概有先去舞蹈社，對，看了一下，對，大概了解一下。天分很好，我想。对，但是说实在，那时候必须说运气蛮好的。对，进到学校才发现，其实身边很多的同学啊，舞者，其实大家很多都从很小就开始了。哦，对，所以其实基本上都要学蛮久的舞蹈才考得进来，要有底子。对，如果该东西有没有讲我要考舞蹈系，怎么会有想要考舞蹈系的想法？当初会去想到要考舞蹈系，其实主要原因来自于当时候是国标舞者嘛。那在14岁、13岁的时候，我做了一场比赛，就是亚洲巡回赛这样子。对，那时候因为比赛的结果，那刚好认识到了一些可能俄罗斯来的舞者、中国的舞者，那他们。就我很羡慕他们为什么身体控制能力那么好，对，
那才发现其实他们都是专业舞蹈系出来的舞者，对，那他们只是国标舞对他们来说，当然是一个专业，对，可是他们已经有很好的底子，那在身体控制跟能力上，自然会差蛮多的，对，所以因为这个关系，其实一开始，最大的想法是想要让自己的国标舞变好。对，殊不知现在就一直走下去了。对，所以在接触梦想的那个起点，其实都会有一些可能是无心插柳，可是没想到可以变成这么美的梦想，很美的一条路哦。可是像2位老师，其实在舞蹈的过程当中，一定要有很多的苦练，对不对？一定要很多的苦练，对不对？很多的苦闷，很多的苦闷。因讲从州谁安用音呢？像刚刚小梅老师一直说啊，我就舍不得可能还有上音哈，这么优秀的人才又出轨要出走，可是又舍不得阻止他们这样追求梦想的热情，所以一方面您在台湾这个做这么多的耕耘哦，很想留住人才，但是看到他们能够去追求梦想，又满满的祝福哦。还想像崇贤到国外去生活，有没有觉得说，很不习惯的地方，或者是你觉得在国内外差异最大的是什么？国内外差异最大的是什么？我觉得从文化的角度来说，其实个性上面就已经很不一样了。台湾人习惯的工作方式跟欧洲人习惯的工作方式，好比说到了剧院之后，一开始进去的时候，其实我蛮惊讶的，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。对，因为在台湾来说的话，以另外一个方面，舞者其实特别坚强，因为我们的环境也许没有像他们这样子，可是在学校的时候，我们学校教的东西也不一样，因为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其实已经准备了好，我们以后出去的时候应该要会什么。对，那其实学校已经帮我们准备了很多，好比说，其实多数的学生我们大概了解，后台的灯光啊，对，就是 technician 的工作，对，然后好比说化妆、服装上面。编舞上面、灯光设计上面，其实在学校舞蹈系上，其实有很好的基础。对，已经有很好的基础了。对。所以即使是讲台湾的舞者，其实除了你自己要展现你的肢体、你的舞蹈的艺术之外，你连那个幕后的工作，你全部都要了解。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很技艺的一个职业，其实。我们期待这个舞者，他其实是一个艺术工作者。那他们不只是专业的身体的能力之外，这个专业的身体能力背后文化的素养，这个文化人的身体。是。那当然，在艺术的那个层次里头，舞者或者是这个视觉表演艺术，它应该兼备的一些基础。技术基础，我们也都会给。比如说他刚刚提到的舞台、服装。美术这些方面的视觉上面的，其实都会在各个层次里面给予。其实要动重要，因为当你知道这个灯怎么搭，好，这个服装怎么搭配，其实会增加你在舞台上展现你的魅力也好，或整个艺术性会提升。对，所以台湾在这方面的训练其实算是蛮扎实的哦。我觉得算是蛮多元的。其实出去待了舞团，发现台湾的舞者怎么说，多才多艺。对，也蛮刻苦耐劳的，又刻苦耐劳。其实刚刚崇贤讲了有一句话，我觉得可能大家没有注意到，就是说他在外面蛮惊讶的原因，除了那个文化冲击之外，还有就是。其实我觉得，其实，在国外，尤其是可能像欧洲，他们这个表演艺术，他们其实有一个蛮深厚的一个传统了，所以他们在每一个剧院里头，他们在做表演艺术的时候，其实已经很专精。他们对于一个艺术表演者有某种地位的尊敬。在台湾，其实你说他说他刻苦耐劳，就是因为其实，在台湾这整个表演环境其实不是那么普及，所以
相对的，为什么他们会出走？因为台湾的环境好像不需要那么多的演出，不需要大家不太会去看一个表演，大家的娱乐可能是另外的，也许回家看那个新闻节目就是一种娱乐。那有时候我也蛮感叹的是，其实你在台湾的一个媒体里头，很少有机会去介绍有关于艺术文化这一块。那比如说在新闻的露出里面，有时候你还会听到一些你知道很怪力乱神的话题，那个时间的秒数都还分钟或者是10几分钟，可是常常在那个节目里面，你听不到一个有关于艺术的介绍，或者是跟文化相关的题材，那你就觉得其实这整个失衡的很严重，也因为这样，其实没有办法有很多的观众来欣赏艺术，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推很多的表演，所以这些人才就像刚刚说的，很多很基础的训练，把他们训练得很好，可是面对外面的市场，他却没有这样的需求，就是舞台不啦。好，所以我们要在这边要呼吁一下哈，你俩优秀的台湾培养出来的人才，你也多多来支持哦。是。所以按讲起来，其实无论在台湾所受到的训练，或在国外你增长你的眼界哈，或者是实际你去投入。你专注你操作之后，其实你各位有都有收获。所以你觉得在国外这几年先到德国，好休学之后就到德国，后来又到瑞士，然后这一次可以回家跳舞。其实你这样转了一圈，你觉得在国外生活给你最大的养分是什么？养分吗？我觉得其实跟刚刚说的差不多，也是独立，但是是另外一种方式的独立。对，亚洲舞者在就像老师刚刚讲的，其实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学东西虽然多，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来讲，其实我们被保护的蛮好的。对，因为在北艺大就靠自己了。对，在北艺大的时候，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资源，好比说演出的资讯。对，那其实在学校的时候，我们学了很多方式的，怎么样去即兴，怎么样去创作。对，对于舞作上的思考。那出了国之后，你会发现其实，因为我当时休学的时候是大一，那其实一进到团的时候，我的年纪大约是在刚满19岁的时候。对。那在那个环境下，其实身边的工作者大约都是25至35至40岁，所以大你蛮多的。对，那一开始其实压力很大，因为就像刚刚讲的，因为文化不一样，学的东西也不一样，出去之后进到了舞团，没有人会跟你说你现在应该要做什么，对，你应该要怎么去使用你的身体，不是学生了啦。对，对，到那边其实因为你是领薪水的，在另外一方面来说，所以你跟大家是一样的，对，好，没有说比较年轻，对，就有大家都是平等。聊到你好些缝隙，跟我们一般台湾的文化跟学习方式有差，国外它比较自主，你就是要自己一直去找答案，但是我们是有蛮多的 support 的，或者是我们比较是被教导的那一个，所以你系动态冇穷人哈。当然，以下呢，无论伫台湾也系国外，有当到伫舞蹈界咧目前的现况哦。等下节目转来呢，邀请到来宾哈，同大家来分享到底舞蹈这门艺术哈，你的用扮演真的是能够看门道，还能了解以下你台湾舞蹈界现况哦。邀请大家先聊一下，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来。
第2位呢 ，Rita 是来问问你的冲线咯，你优秀客家子弟哦，要把纽扣计划提拔整到台湾来跳舞，是你的第一次吧？冲线，第一次回家乡跳舞，对，心情样扮演，会紧张吗？蛮紧张的，哈对，你国外跳舞会紧张吗？也会不一样，对，哎，你台湾有无看人下？因为毕竟爸爸妈妈来了，爸爸妈妈在场，那以前的同学们也到了，对，还有他的粉丝都来了。哦，对，我觉得，我觉得比较是自己的原因，因为你会去想，是做纽扣计划，其实名义上来说是我们国外的舞者回台湾跳舞，但其实我觉得相对的，台湾的观众会有一种期待，对，是。对会看到不一样的东西。会看到不一样的东西，对蛮有趣的。就是他们都是台湾的基因哦，然后可是他们去不同的国家，有的去英国，有的去日本，有的去哪里？哎，带回来的舞很有趣，就是你看到他那个层次，那个混种，然后可是是透过他们自己的声音说出来的。所以因为我有特别要求他们，就是自己要编的舞。不是跳别人的舞哦，是自己要编，所以就是 new choreographer 嘛，所以他们就自己在整理他们自己的情感、自己的过去背景这样。所以刚刚老师说到，就是台湾的基因，然后出国，然后回来，大家就会看到这是台湾的精英，而跳舞问台大考，真的，因为你带来的东西，我相信其实你看看不同的文化，它就是会触发你不同的创作嘛，哈。所以动景中，家人看完有没有跟你说哦，阿天鼓很不哟？我觉得会，对，因为其实，在上一次家人看我跳舞，大概是我出国前，对啊，那大概是5年前，还在学校的时候，很久了啊，对，5、6年之前的事了。那毕竟隔了那么久，那家人也不是说会每个礼拜都去看演出的人，对，那相对对他们来说看到，当然是自己的小孩，对，但是同一时间，在身边的朋友啊、家人，其实感觉到，大家其实蛮开心的，很感动。对，因为其实对我们来说，对舞者们来说，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，去思考我们在国外待了那么久，隔那么长的时间回来之后，台湾的观众怎么去看待这样的作品、这样的演出，怎么去看待一个混合过的文化？对，没错。哇，第2位当然会让人恭喜，表示讲，无论在台湾的学习，也是国外学习，你都吸收了非常多的养分跟灵感，带来非常好的表演。先前不你也不看你的粉丝，不所有的观众，所以很成功。对，也代表这个纽扣计划非常的成功。我觉得观众都有一种看着自己孩子回家的心情，这是一个，这很特别，就是。尤其他看到自己的孩子这么优秀，然后你也感觉到好像说有一种荣耀，说我知道在国际的舞台上，观众在看他们的时候，他会看到一个台湾的人哈，就是台湾之光。是。老师，那你觉得你走了哪位给吧哈，让你觉得最感动的是什么？因为一路下来8年了嘛，筹备第9年当中哦，总是会有一些最感动的时刻，让你有继续的动力。其实我觉得很多啦，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很具体说哪一件事。但这一次我就很深刻，演后有很多的观众，当然每年也都有这样的，他就来跟我说，其实我不认识，他就说老师谢谢你，我很希望你继续做下去，因为这计划太好了。然后我就觉得说 ，OK， 他其实是一个就是一个陌生的观众，可是他完全可以感受到这些年轻人带回来的。这个荣耀，对能量，然后以及你看得到他们在追求的梦想，那你也会祝福。其实好像我们就像家人，就是会祝福他好继续追求你的梦想，但是不要忘记回家。我自己在看了舞台的片头的时候，我觉得有种很热血沸腾的感觉，因为我觉得走得很自由自在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很专注的投入，那是一种无比的美好跟自由。
好，当然要很多人的支持了哈。可能我有请东英讲，我们如何来亲近舞蹈这门艺术？我讲，我们有的跳也还讲，所谓的现代舞，所谓的芭蕾，它是不是又古典，然后又很有意境？所以老师，我们该如何亲近呢？两位老师。老师，你先好了。毕竟我经验多你好几十年，应该是这样讲。我觉得大家不要把舞蹈觉得它是一个很难理解的。就当你开始去想要读懂它的时候，其实你就给自己设限了很多，会有压力，会有压力。应该是说，当我们听一首音乐的时候，你不会想说我要听懂那一首音乐，你就是欣赏嘛。你就是很单纯的，你就把自己放进去，你看到了什么？其实每一个人都是舞蹈最棒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它是用身体在作为一个语言的，所以那个身体在说话的时候，它的动作其实就是我们平常在生活的动作。就像我今天坐在这里，在跟你讲话的时候，我的身体的姿态、我的手势、我的坐姿，其实这些都是舞蹈，它就是一个舞蹈的基础。但是这里面有一个有趣的是说，我们不太敢用我们的想象力。看舞蹈其实是需要发挥你的想象力跟感受力就够了，其他的你就不要想说你要把它看懂，因为它不是语言，所以那也是舞蹈最有魅力的地方。当你都是语言的，是因为你语言就是说哦，我叫什么名字，我是谁，那你就这样嘛。可是舞蹈就是他不告诉你他是谁，他来自何方，所以你看他的样子，你去想象，你自己去猜，你给他一个自己的内心的答案就够了。这就是舞蹈啊。是耶，安讲起来怎么觉得舞蹈这么有趣哈？是，所以大家就是需要去有趣就好了，对，很大的空间给你。是啊，那崇贤你这几年还很年轻，可是现在已经是你非常有爆发力的时候。你觉得在舞蹈上，无论你的创作或你要带给观众的，你觉得你想要跟观众说什么？讲嘛感？跟观众说什么？我觉得其实像老师刚刚讲到的，了解与不了解这件事情，那其实相对的，在我们自己在做编舞者的时候，我觉得或多或少我们会去思考过，某些动作、质地、形式上带观众什么样的想象，因为我觉得这是我觉得编舞跟看演出这两件事情有一个共通点是，都是蛮直觉的事情。它刚好在两端，对，它会靠近，感性又很理性，对。然而多数其实就像老师刚刚讲的，这些理解是属于自己的，那是属于个人的，我没有办法做这个东西之后，那我再刻意去跟你说，老师没有，这个是桌子，那这个才是椅子。其实到最后是，如果你觉得这个就是桌子，那它就是桌子。非常开放性。所以我觉得黑港的看舞蹈的表演，它完全是可以非常专属于我个人的享受。所以有一个好方法，就是要强台大多看表演，而且每一年的纽扣计划都要来看。哎呦死臭嘞，就这样子嘛，对不对？就这么简单。对，第8年的纽扣计划，今年7月份结束了就崇贤刚跳完，明年的已经在筹备，而且明年的时间没出来了。明年的时间，请小梅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明年7月19。一直到21号为期3天，是在国家戏剧院的实验剧场。哇，是国家级的场地，然后是一个实验剧场，所以欢迎大家一定要来体验一下。哇，密切锁定纽扣计划这个官网，可以。我们舞团是我的名字嘛，何小梅。Maymeach Dance， 那我解释一下我的舞团名字好了，因为大家看到那个英文字一串，想说这是什么意思？其实它是2个英文字的缩写，一个连写，叫做 Me Image， 它就是Me 就是我嘛，我的想象，对。那正好我把那个英文字稍微拆一下，变成 May， 就是我何小梅，May Image 就是我个人的想象呢，做了一个作品。好，不管我做我个人作品，或是纽扣计划，带到剧场里面，每一个走进来的观众就变成是 me image，就我个人的接收的个人的想象。
太好記啦！大家要記得嗎？哈，所以呢，明年呢，7月19到21號，我們的紐扣計劃堂堂邁入第9年，繞牆大家，我們再一次來想想，到底明年會有乜個精彩的內容呢？今日呢，同你2位的來賓分享安道，我覺得真的要再給我們優秀的舞蹈家熱烈的掌聲，繼續追夢好嗎？繼續堅持，帶給我們非常有空間想象力的表演。再次謝謝2位老師，謝謝小梅老師，謝謝崇賢，是嗎？今日咪非常感謝所有的朋友，聽到你落到了舞蹈的世界哦，咪看到你推翻自貢哈。再次希望大家今日收看，等家下邀請大家繼續聽您線上來做運動了，找來了，希望大家。